嗱，大家見到嘅呢一張相入邊嗰位仁兄呢，佢就係一位儲錢達人啦，就係一味靠儲錢呢一招，喺佢51歲嗰年呢，咁啊提早退休，過佢自己想過嘅退休生活啊。佢嘅儲錢方法呢，首先第一樣最重要嘅呢，就係要有紀律，一出糧之後呢，先扣起呢自己要儲嘅錢，剩翻嗰啲呢，先至係生活開支嚟嘅。18歲就出嚟做嘢噶啦，由一開始嘅時候呢，每個月呢，就係儲5000 yen 啦，到後嚟呢，佢幾乎係成份糧係儲起晒咁滯嘅，做咗嘢33年啊，儲錢呢，就已經儲到過億日元啦。另外期間啊，佢仲供滿咗一層呢價值4000萬 yen 嘅住宅單位，再加埋佢退休嘅時候呢，攞到2000萬 yen 嘅退休金啊，所以到佢51歲退休嘅時候呢，佢個總資產呢，已經高達呢為港紙係800萬啦。平均嚟計呢，佢個儲蓄率係高達75%。佢用緊嘅手機呢，就係一部呢2007年推出嘅 Nokia 手機。嗱，部手機你望下，撳嗰啲掣呢都已經甩晒色噶啦。我諗呢，大部分人呢都唔會想繼續用噶啦。對於板頭嚟講，佢覺得已經夠用啦，所以根本都唔需要買部 smartphone。嗱，唔單止手機係咁啊，佢身上面着緊嘅衫呢都着咗成20年啦。唔買嘢嘅好處就係屋企呢就更加寬敞、更加大啊嘛空間，而且唔需要打掃啊，唔需要執屋啊，慳翻好多時間啊。最後一點，唔好發夢腳踏實地，包括咧佢唔發咧中獎夢啊，不如將啲買彩票錢自己儲起嚟啦。阿板口喺退休之後咧就唔知咩原因咧，就同佢太太離婚，追求個人嘅自由、極簡嘅生活背後嘅一種人生嘅取捨咧。不過板口咧似乎咧都係好享受咧呢一個一支公嘅生活嘅。